老师你坐下。干嘛的？妈妈那个椅子。老师不好意思，这叫什么线？不要。我们那什么线？鱼线。这几分的？很有水准呢，还会几分的？ 2分。2分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要怎么讲？婉珍呢？哦，婉珍哦。老师，你全程讲国语，有人是别族。我们台湾族的婉珍不是婉珍的，不是婉珍姐。婉珍小姐，婉珍。是2分的。 2分。哎，叫婉珍哦，这个婉珍。不是婉珍，王哦，叫婉珍。婉珍。婉珍的珍然后。不要纠正老师的国语哦。没有，我们怕写错。怎么那个很多时间慢慢更懂它。哎。什么呢？你说。第一个。哦，抓这个。 心，中间把这个线给它点好，左手，哎，压着，大拇哥，哎，然后中间转两次，妈妈到时哎，然后把点点的，高谢谢，转2次，我们还没有进去，啊，2次，要去勾那一只吗？哇，它中间那个太长了。 左手大拇哥压住，然后左手2针，那不好。这边做要2次，是不是？ 2次还是要2这个这样子，2次，然后。那个会的赶快交旁边的。哎呀，百万组。我是已经到2000了，他还没加到打死没看那么出来。这个手给它推出来一点呐，然后这个转2圈，这个抓住，不要死死的一直做那个信，不要做那个头，这个头，打死结吗？我现在不够了。好，不用打结，不用打结，哎，没关系，我的因为我们把这个线好全部要绕在这个针里面。针哦，往针里面。现在开始绕了是吗？对，开始绕。要绕的话，上下就这样啊，上下。要翻身啊！要翻身。线还在这里。要翻身。线还在这里，是不是你放给我看？老师先示范。这样子推啦，你们家老师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呀。反正是我这样第一次这边勾对不对？勾完以后翻身，好这样，翻了一边，到2边跑去，再翻身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再绕，下面再翻身，再绕。了解吗？了解。就这样子，上下按，上不里他们啥点点这样对吗？要翻身了。对，也不要刻意让很紧了哈。对呀。老师，请问这个动作是要整理线吗？整理线。勾完，全部绕完。对。全部绕完。像有一点硬这样。一只手要那个啦，一只手要推啦，一只手要推出来，这只。怎样？这个是这样，对，来贴，然后呢这样。对，那一直翻身，再放下来，不会跑掉。对，然后再翻身，对。制造2次。对。那就一直翻身啊。然后要拉到这边。哎，你这个线都这样就不行了，这是没办法要抓这样吗？要打结了。可以放下面吗？啊？可以放下面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要弄整齐啊。但是不要弄乱。不要弄乱啊。是你看，那还是不把太松。不会的，可以的。哎，看那个像张光忠老师那样啊。有，我刚刚从那样的。对呀，会打结啊。一样打结。像我这样。这个要放下来。对，第一次是吹过来太硬了。是有第一次是2次哦。后面还有1次哦。不会，因为你绕2次了。那个线好，最好是不要弄乱了。弄乱的话，一打结的话就不好解开了，把那线因为很细。什么？过线手。
让它不溜，要完蛋了。让它不溜。我们是太哎，马面要不呢？对，马面要过来。哎，手要这样子啦，这样好。哎呀，就把它现成好玩啊。哎，结束。这个你几乎也不会。老师过来。这样你干嘛呀？就是按在手上拿着也没关系，就是按照它的尖尖去解开就好。你看啊，哎，用这样啊，弄多一点，然后放下去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哎，哦，这样可以，不要全部弄下去的话，你看你就搞了半天了。好，快点弄那个完成好，那个线全部弄一弄，接下来开始弄哦。那个不会的问旁边的。没有别的颜色的，这样看不到。应该用绿色、红色。马上真对。会跑掉。你要解开啊。要很用力吗？不要松就可以了。不要松掉就好了。哦，不要说可以松，不要。老师，你们还没找到可以靠近，还有。哎。我要靠老师。你靠那边。对机呀是。中文。靠老师。他都拿女朋友你了。哎呀。录这个有没有要唱歌？你的女朋友呢？录这个有没有要唱歌？有啊。有吗？应该要唱一首歌嘛。录这个，要不然一直这样会很想睡觉的时候就会有唱歌嘛哦。但是中间要摆中间的。哎呀，你好认命。好呀，就按照。因为那个我放在手腕那边，它会打结，就给它放液啊。就一直打结了。它解开。好，谢谢。可以。脚压住。再讲吧。妈呀！好玩哦。手手很累嘞。哎呀，总比那个雕刻好啦，那个雕刻一回去，那个手酸得要命。不会。雕刻完了。好了。这地位我都不知道是这样的。都转地位呀。这种细线戴手套不好。公婆教我的。会勾到。真的会打结。终于打结。不是终于打结了。终于我今天来对。看起来很简单哈，不要弄的话很困难哦。整理线就不容易了。你要一周一周去看它，对不对？老师可以给他弄断吗？不行了。真的。完了。但是老师。我跟你们讲说，线最好是不要放下去。对呀。对，你看啥？因为我刚刚也是放这里，然后觉得要打就会掉了。小心哦，哦。哎呦！又要再一可个多以的。啊，不要感觉到就好。我这个可以慢慢的打起来。也是要但是这个好小心。在这里。老师，你帮我拆。你帮我拆。你老婆不是爱喝绿吗？喝绿了就会了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你的比较尖嘛，你的比较尖。喂，老爸。这书写那个谁，翠的。翠老师的。翠的男朋友。各老板。对，翠的男朋友。哎。老师，只要你这个真的放在手一样的。可以哦。标记好。
好，这样子钓具行。他是把现在哇，所以对。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在那个小白老师那旁边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那边。打你风。你坐我中间呐，谁坐中间？我坐中间。老师你们可以坐头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哎，我们这个年龄就是要做这种的啦。妈咪传承多啊！好了吗？哎呀。哎呀，哇，啊没有拿在手上也是会打结的了。就是要小心。好了哈。没有，老师再10分钟。没有。自费啊，像今天我中午就自费。石门水库那个欧溜完蛋了。我把所有靠里面不用，我看这边叫老师要做这边在那个然后就在边边角角就有人上话。是这样子吗？老师，这样子你看为什么说像阶梯一样，像楼梯一样？你太优秀了啦，天罗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像你太优秀了啦。这样你看一直这样一直往上面往上面。没吃中餐。你没吃中餐。对呀，不要尖叫！不是，他又放又很，我怕又那个。这样对吗？老师心脏病是吧？永远是对的啦。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是要很用力吗？还是往正好用？没有啊，因为你看，我都是这样一直往上面走，有没有到底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学语翻身。有啊，你看我不是这样翻。我这样子呢，这样就翻。还是去打溜。你先给他送掉，谁讲的？只要是男这样都会做。开始。等他按什么？真有这个学生。我看你。漂亮。对呀，我是说这个为什么一直往上去？那是因为弄很久。小心哦，啊，人家会打结哦你的。不要打结，你的打结。其实会啦，我知道你做你。对，我之前做那个都不在错。他刚开始拉一紧啊，就放在手里面，对啊。对，放在手里面的，结果还是打。因为你看不手巧啊，他们是做那个做底做上去，一个晚上就做好一次，这样好厉害。你从头的话，你从这里开始也可以。都拿出来洗面，这里这个，这边头另外有一边哦。没关系吗？哇，老师，我需要你的。我说他已经坐进去，他刚刚不是在那边问他怎么打开？他放他在手上，这里也打结，他到手上也打。那个你等人说哎，就按照这线带路出来呀。这样啊，这样。有啊，我有这样。是让他那个。结果他越紧越来越紧啊。他的手。他越来越紧就打结。哎，不要紧张，越紧张哦，越乱哦。好，这样子拿出来给他哎，讲。要按照那个线的那个弄下弄开就好了。我也按照。别那样了，啊。我抽筋了，不干嘛？你看，哎，你看了怎么办？那个我反正我手上还打结的。你看，我说。我不是师母，找老师。你在地。要不它解开啊？那么烦啊！不是没有手，这个颜色又一样好拿。这样你看。找老师，这个没办法。我怎么弄了这个？反正我手上还会打结，断了这个线。你的右手那边就打结就好了，左手打结。然后你看已经打结了，怎么弄？剪掉啊。应该要比较小一点。不能接。大概这个尾巴。这手就比较这样。
我你的动作要快哦。我快好了啦。真的哦。哎呀，君婷炖了刚刚很适合。他是在那里打。是在这边的人。你的位置。这边有空位。有了吗？他的屁股那边我的东西，来，我给你的屁股呢？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那边有空位，老师。这里还有一个位置，没有，百姓。那也是你们那个空地。不要太窄了。也还钓不到鱼了，我怎么一来一起呢我？来，过来谁？等一下，谁坐我这里？你给嘛？好了。对呀。跟你们因为等一下要跑，对。没关系，弄好这个。你们要摄影啊，就很太。啊，摄影了。对，主要是摄影。不要撞。把让了啊，上去。不是，你看已经。我要需要很大的位置，我要把它解开。你也许那这个是个部队呀，连吃。搞到什么程度？哎，连吃。颜色哈。可是我手上它这样。是我弄太松吗？没有，跟这那么大只，对呀，那大只跟我一样要弄。老师说对。我就把它紧啊。紧起来哈，然后再放。我说对呀，这样会不会是？而且那个龙须长的。哎，什么不然底下对面。哦。会不会是安慰我呀？没有啦，你看我的也是啊。哦，对啊，你这也是。接上去了。还好有时候跟我一样。是假说不要刻意慢慢抓拉紧，然后我就没有刻意。没有啦。这边在你手。我不能拉嘞。救我一下。我没有嘴上嘴上。不用。都到下去了。打结了。我的学生这样子那么的经过。这边。大结。不是越下面就越打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是这样子卷的方式就对了。怎么可以下来？对呀。不行，不下。别再掉了，还有一点结根。对呀。一放掉它自己会那个呢。它会结过去。因为转来转去都才会这样。转来转去你搞，你一条线哦，一弄掉的话就不行了。不要掉。那掉了，刚掉下。还好你解开。好，你弄。像我的手势又不对。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事啊，对呀。不要小看啊。应该要用什么东西？这我来也就不要用这个。你的不好呀。以前的老人用竹子做的呢。你呢？拿你还能三6分嘛？厉害这些。他们的做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会打结吗？差不多，太好了。以前我很想问一个问题，以前在学东西的时候，不要干爸。看什么不对？你那两眼差不多。在。嘛弄，让管我来弄，我们会。这样可以打结的，看到没？会啊。今天放上去。是说要干爸不教那个他的。走不出来。那不行的。
不行，为啥？像叶线，叶线就叶。那你以后谁要再啥地点都没了，那咱弄嘛还是什么？啊，不，都我们下面多，是吧？这不行的，没办法了。啊。他一直跑在哪里？吓死我了！马上就解决。满了就解了吗？那我们会满吗？会满哦。啊，那个剩的也要弄好。整理好，等一下还要。怎么做啊？那个还是要用。这边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就这样了，就这样开始，这些就开始，就放在旁边讲，要弄好哦，不要乱放。是心里你的恒心。耐力。那你们搞一点。不是说济南那个心要推吗？他们一下我们过来，一下开始然后老公应该很会哦。哦，就完全晕秀了。这个这样子你，不这么大是打到就对了。马上剪了吗？我戴眼镜矮，看不清楚，还对着那个墙壁，对他的衣服才看得到。对呀，那太白了，我就看不到。用好的后面有茶点可以用。应该要用黑色的，是因为黑色应该拿黑色的。已经那个有几根的可以剪掉嘛。我帮你看我自己常做自己的手。我要看你的衣服。怎么办？又打结。又打结了。慢慢来，别急。哎呀，谁要帮我求救？快点！等一下我们弄完再帮你拉。洗谁？弄完的那个洗洗在哪里？就来弄好哎，打结就再帮他。结束吗？我想要去听到这句话，快点。打结就结。对呀。没有。因为我的手全部都打结了。弄好了又跑回来，我都快要冷哈。就给它松掉。开始就没有弄到。你看，都因为这弄到最后就打结了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头在哪里。大多。紧张的去上厕所了。老师对我们摇头，不好意思在这边讲。还好有几个男生，老师还有怎么都是女生。这个是男生的课，你付钱的时候是男生的工作。你看上个礼拜啊，我不是雕刻吗？那个老师他第一句话说啊，怎么女生比较多？一样的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课都是男生的。男生都女生在学的。哎呀，不管了，你看我不管了，我这样就好了。就来，你可以看我看一下这个吗？我拉你就那个，一起一个吧。这个房子你刚买买了，那就把早晚你丢在前面，他就会。还你一拉它就紧了。接下来上去拿看。你先拉，先放进去。可以放。小班长。好吗？都。拿刀，来点。好。老师要弄到最上面吗？尖尖吗？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剩下一点点呢。就不用了。不用了。这样。怎么是做哪种？左手啊。可以了。把那个剩的，要不要先这样？不用，直接马上要弄了。不会送的，你它不会送掉的。左手来。哎，对。把你个子给它塞，把你个子塞掉了。我的字就打结了。很棒哦，我可以剪了吗？老师那边有求救。剪掉可以接吗，老师？可以。你刚刚又说不可以。没办法，没有时间了。剪掉。没有时间剪掉了。
等到你们弄好的话，交五点了。可爱呢，来这个嘛乖，你们可以了，拿着。马灯乖。不过的话，再弄。对呀。怎么收尾？这样子呢，老师。来，大家都可以了。这样子。哎。你为什么比较开花？你是没吃饭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它是花。至少我灯没有你那么晚。它是花。你没有拉那么对。然后呢？就这样就好了。来，这那么细，很好。老师对我很有信心的，马上叫我接。好了，他知道我已经打不开了。你们的那个网针都有线的嘛哈？好，全部剪断了。好，剪了。私下这样没关系啊。不够的话我们再穿，好不好？不然没剪断啊。对。越剪越少剪啊！随便剪。等一下我们看，有时间再剪。好了，我很想要等到这句话了。很想等。随便剪。已经有线了。没有时间了。先剪掉，要开始。老师等他剪了，他先吧，结果分手。好了，先去尿尿了。几点了？对，喝咖啡一下。哦，这个纤维怎么办？但是我还可以等一下。不要弄好哦。对呀，我现在弄好啊。要真的那个还用到哦。纤维呢？纤维怎么办？这里啊，我放下。整。你用那个纸包。不会跑了。用压着。还有。对，压着。不要动。对，不要动。你先用一下再。你这是。力这不要动。然后就这样。就一直抓着它。我说奇怪，谁帮我弄？哎呀，我们两个到底。你们两个怎么？你们两个常来常去。你们两个怎么揪在一起？原来是你的，我就想说怎么会那么多。那个针好一定要有线哦，不要说没有线，你们就剪断不行，底下要怎么弄？不够，哎，没办法够。原来他插在这边，你看有没有？网针。前面剪都是很痛的。网针一定要有线。又薄了。哎呀。OK，原来你看他在转，一直转，你看。它这边啦溜。哎呀，反正都橡皮筋，这个比啦溜，是吧？我们打哦，我要泡那个咖啡。要炖那个不啊？啊，1个小时过了，这样就1个小时过了，真的呢。你还乱。对呀。你知道你还乱。我还乱，哎呦。这个晚上有的忙就。有的好弄了，看，好乱哦。完蛋了，哎，你一起来一下。我看你的。啊，我刚刚掉下来的时候，我拿到你的，所以你跟你的更乱，对不对？我找的没有，我找的是太透明这个。放完了那个。带了4个。我都是全部吹走的。那从美国去拉了。越拉越乱。从美国去拉了。